艺人马利欧与小11岁的老婆刘恩欣在2017年完婚，2018年底生下女儿。他日前上综艺节目谈情人相处1秒惹怒另一半，透露老婆曾多次说离婚，还骂他孬种，让他气到放话你再讲一次，我一定成全你。节目中谈到情人间说话要小心，1秒惹怒另一半，马利欧先是坐在当中评论其他女来宾遇到的问题，接着谈到自己曾与老婆争吵，老婆多次把离婚挂在嘴边，让他很不能接受，最后终于爆发，放话你再讲一次，我一定成全你。除了离婚外，老婆还曾骂过马利欧孬种，也让他非常受伤与生气。主持人与其他来宾纷纷替他抱不平，认为不能这样骂老公，但没想到话锋一转，问起为何会被骂，马利欧坦诚自己先骂老婆白痴吗？能不能用点脑？而7个点则是马利欧在外为了忍气吞声，老婆认为他都把气发在家中，你在外面敢跟谁说你是白痴吗？马利欧坦言，目前已经学会怎么相处，与老婆吵架的时间越来越短，就2-3分钟。他认为很多事情根本没必要吵，因此学会说老婆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口气不好，瞬间让主持人与多位女星点头称是，纷纷出言称赞他。